后来做这个预防社头一天传来着好消息，今仔日是加零，今仔日无增加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。院长苏贞昌甲指挥官陈时中今仔日带头来做这个新冠病毒的预防社，是毋是会来提悬着民众做这个疫苗的意愿呢？台湾社会调查所调查的结果，愿意做的民众无到50%。从省开始注 AZ 疫苗，院长、部长带头注射，不过民众敢会想要注射？台湾社会调查所调查显示，若是蔡总统带头注射，会有44.2%的民众愿意注射；但市中注射，民众会有43.6%愿意注射。不过，若是苏院长带头注射，民众意愿的比例比蔡总统和陈时中更较少。总统、院长和我们的部长愿意要施打的话，民众愿意。可是各位也要看到，反面不会的，不会施打的，好像比例也高过于这个愿意施打的。未来一礼拜，若有机会注 AZ 疫苗，民众24.5%愿意注射，67.8%无愿意注射。杨志良讲，是因为台湾民众目前也是咧观察新冠疫苗，对无接触过疫苗真烦恼。到底安怎提悬民众注疫苗的意愿？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安尼讲：时中部长很重要，就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。杨志良认为，阁无提悬民众注新冠疫苗的意愿，恐惊国外的人拢会使出国佚佗，台湾人就敢若会使继续留伫国内。伊阁一摆来呼吁陈时中赶紧加油。